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山迎海19座嘅中高層 G 室，佢係一個2房連儲物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564尺。一打開大門會有一個玄關位，右手邊業主做咗一組入牆嘅收納櫃。經過玄關位之後，就會嚟到單位嘅客飯廳，外望非常開揚嘅海星灣景觀。最後露台位置望返入去單位嘅客飯廳，飯廳會有一個對流窗，可以增加室內嘅空氣流通。而儲物室嘅門口就改咗喺飯廳旁邊進入，設有一張上下格床，有冷氣機。嚟到走廊就可以通往2間睡房以及係浴室。右手邊嘅廚房，工作台呈 L 字形設計，可以望到開揚嘅海景。走廊位置就偷咗儲物室嘅空間，做咗一個收納櫃。之後我哋嚟到第一間睡房，同樣可以望到海景。下面仲可以望到迎海自己屋苑嘅公園。浴室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有浴缸，外接一個工作平台。最後嚟到主人房，做咗地台床，亦都有一個到頂嘅入牆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 Leo，多謝收睇。